后来继续来看中华鹿港出现一个罕古阁惊险的画面，一个老先生骑一台电动车，伫咧大马路顶安尼来来回回，一个就骑伫咧我内底边的车道，一个佫骑过对向的车道。这个经过大细台的车，看到老先生拢错一大条，赶紧来闪开。这个影片是来引发着议论，有人讲哪甲弄着险就真衰，阁有人讲这个老先生根本就是锁定目标要来捞遗产。甚至有人甲警体讲，这就是一块山洞的神主牌呀。来看中华的大街路，一个阿伯开着电动车伫咧四界扫，一下开正平，一下开倒平，伫咧车路顶啊玲珑西，路边经过的车辆看到伊，拢真紧张，就惊会去弄着伊。阿伯坐伫咧车顶玲珑西，前前后后坐要3分钟久。移动式的新竹牌啊，赚不到就再看吧，倒霉吧。倒霉。在这里很多啊，有时候还会跟你破口大骂。这是中华鹿港的中正路。真侪人看到这种画面，讲伤恐怖。若无说伊弄着阿伯过来赔钱，真正有够衰。也有人咧讲，这名阿伯是要帮伊的后代留遗产。他应该是在找金主啦，想要留遗产给后代吧。阿伯的行为引起讨论，警方表示，电动大货车伫咧道路交通条例内底规律做行人，原本都袂当开上路。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，可处新台币300元罚款。警方咧讲，使用电动大货车的民众唔通开上车道，若是引起交通事故或者是伤亡，唔是罚金几百块就会当解决的。